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叫朕来的。我？你找朕商讨要事，为何要穿成这副样子？是皇祖母让我穿成这样的。编谎话也不编得像一些。这是皇祖母亲手设计的衣服，让我帮她试穿。她已经去找女画师了，说要把画像画下来，让我在这里等她。那这蜡烛呢？这蜡烛，她说是要搭配衣服的色调。朕刚才还疑惑，为何是李公公来通知朕，说你有要事要与朕商讨。唉，原来啊，我们俩都被那和蔼可亲的皇祖母给骗了。何为骗？他老人家也是一片苦心，我们这些做儿孙的，竟让他如此费心。难怪他之前跟我说啊，你是头毛驴，我还觉得奇怪呢。什么毛驴？说你是倔毛驴。看来朕今夜要在你这儿委屈一晚了。哎，你先跟我说清楚，为什么是委屈啊？我说天气怪凉的，睡地上多不合适啊。你睡这里。我？好好好，我睡就我睡。反正啊，你是我兴圣宫的客人。看来哀家的方法是奏效了。一会儿哀家走了以后，绿篱不许让任何人打扰他们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太皇太后。要是有人敢坏我们家娘娘的好事儿，我就跟他拼命。嘘嘘嘘。绿篱，绿篱，绿篱，我有要紧的事通报皇上，麻烦你进去通报一声。讨厌，走开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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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幽兰殿那边出事儿了。听着像是幽兰殿啊。你走吧，你走了，我就可以睡我香甜柔软的床了。绿篱，绿篱，啊，好恶心呐！蹭了我一手哈喇子啊！绿篱，谁敢坏我们家娘娘的好事，我跟他拼命！杨公子，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能是谁啊？一大早上的谁啊？来的正好，这是九哥让我给你的。怎么冷不丁的送来这么一个玩意儿？这是九哥特意找人做的，金的，说是只有黄金才能代表他的心。他是同意了，那他为什么不自己送来？还不是你那个快递害的。自从他负责快递之后，整日都在忙，哪有空见你啊？东西我收下了，他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快递的工作会慢慢走上正轨的，叫他不要太辛苦了。等一有时间呢，我就过去看他。娘娘，那就先告辞了。娘娘，皇上他人呢？还没起床啊？昨天晚上被叫去幽兰殿了。幽兰殿？不可能啊！我昨天明明在这里守夜的。让你这个睡神给我守夜，别把自己丢了就不错了。这个东西啊，来得太是时候了。娘娘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今天早晨我还在想，昨天晚上那一出，算是让齐生的心计显露无遗了。他迟早是要把江氏扶正的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还不为自己打算，不就如同在等死吗？娘娘，那跟这个三角有什么关系啊？九王送了我这个三角，也就是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从现在起，我与九王就是同一战线的战友了。朕下了早朝便来看你了，你可还好？妾身并无大碍，现在陛下来了，妾身就感觉好很多了。你放心养好身子便可，其他的事情你不必想太多。隐约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便是。这几日我事不长便会难受，看见陛下就会好些。还希望陛下能多抽些空闲，到幽兰殿里来看我。你既然提了，朕又怎会不来看你呢？妾身说的可不是一朝一夕，而是日日如此。这是朕的责任。朕若是拒绝你的要求，倒显得朕是个薄情寡义之人了。
自音乐7岁那年，第一次见到陛下，就知道陛下是个有情有义之人。现在虽然陛下繁荣之事尘世，但是音乐知道，毕竟陛下与音乐有着这么多年的情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陛下肯来陪着我，妾身就放心了。朕还有很多政务要处理，明日再来看你。娘娘，都说财不外泄，咱们还是把这个金子藏起来吧。宝贝儿，这你又不懂了吧？这叫卧薪尝胆。这东西啊，会时刻提醒我的人生目标，做我的指路明灯。怎么着？昨晚没睡好，跑我这儿补回笼觉来了？你说话能不能不要如此夹枪带棒的？对不起啊，皇上。如果你喜欢听那种撒娇妩媚的话呢，麻烦您出门左转幽兰殿去。这个呀，我真不会。朕本来是想向你道歉的，昨晚确实是有要紧的事情，突然离开，是迫不得已。你既然如此，朕这就走了。娘娘，你怎么能这样跟皇上说话呀？他先不然，我还要讲义，我就是天下第一大小白。太医已经处理过伤口了，妾身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为何要做这样伤害自己的事情？妾身觉得对不起陛下。此话怎讲？臣妾怀了陛下的孩子，太医说已经有3个多月的身孕了。音乐明白，陛下留音乐在这宫中调养，已是极大的恩赐。可如今这个孩子，是所有人都容不下的呀。你放心，朕定会尽力保全这个孩子。陛下保了他又能如何？他活在这世上，只是一个无名无分，连和自己的爹都无法相认的可怜孩子。你放心，既是朕的骨肉，朕定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。是妾身对不起姐姐，可是这孩子毕竟是妾身的亲生骨肉，妾身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啊。皇后那里，朕会亲自去说的。听见陛下这么说，妾身才能勉强安下心。你好生休养，朕还有要事，先走了。不知陛下明日能否来看妾身和孩子？您不进去了？朕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，他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，就让他再无忧快乐的过几日。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哎呀，娘娘这是喜脉呀！你丫说什么呢你？娘娘确实有喜了。哎呀，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你滚一边，冲出去！不闭这就滚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小张娘娘有喜了！我这个月事啊，向来都不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阴薄阳别，寸脉沉，尺脉浮，鼓动华丽，阴中见阳，又有和调之象。娘娘却是有孕的脉象，为保安全，微臣再给娘娘开副安胎药调养一下啊！你给我滚！好，微臣这就滚。哎呦！滚！娘娘，你应该起来了，快起来吃点东西。我已经没有脸在这个世界了，让我逃避一会儿吧。那我可先走喽。娘娘，我先下去了。
站住！你手里拿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我前脚刚怀孕，后脚衣服都做出来了。娘娘，您不是常说有备无患吗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娘娘，我真没打算骗您，只是要是提前跟您说了，您定是不会答应的，所以才生米煮成了熟饭。说下去。我说了，娘娘你可千万要受住了，万不可做出什么傻事来。